上次分享過喺台灣新買嘅深藍色紙膠帶，但係因為黐力太強啦，所以我用嚟做畫框之前呢，我會黐一黐台面或者衫，令到佢嘅黐力冇咁強勁。咁最尾搣走嘅時候呢，就冇咁容易撕爛張紙啦。今日係11月畫畫挑戰嘅第2幅創作，主題係活力。我會用淺藍色同埋橙色嚟做主色調。一開始我哋要準備一個蘑菇嘅形板。蘑菇嘅畫法有好多款，大家除咗可以參考我嘅畫法，你都可以自己創作。創作本身呢，就係用嚟表達自己。我嘅 style 呢，就會比較偏向童話故事入面會出現嘅蘑菇，比較可愛同埋充滿幻想感嘅。除咗主角大蘑菇之外呢，我喺旁邊都會加一啲細蘑菇，令到個畫面豐富啲，就好似森林入面嘅小驚喜。畫嗰陣呢，你可以感覺自己好似走咗入去童話世界入面，暫時將壓力放低。刻好蘑菇嘅形板之後，我會將大蘑菇放喺中間，然後開始上背景嘅天空淺藍色。大家畫嘅時候可以一路畫一路深呼吸，俾個腦放空一陣。藍色喺色彩心理學上面代表平靜同埋信任，可以平衡內心嘅情緒。等你喺活力呢個主題入面都可以感受到穩定嘅能量。之後我哋會畫主角大蘑菇。畫之前記得要將蘑菇位置嘅所有粉彩先清理好，確保蘑菇位置嘅底色係全白色。我哋會先畫蘑菇頂，所以下面蘑菇莖嘅部分，我哋會先用形板遮住。蘑菇頂我哋會用主題色橙色，一見到橙色就覺得好有活力，好熱情。根據色彩心理學，橙色係溫暖嘅色調，除咗可以刺激食慾，更重要佢係象徵住創意同埋樂觀。如果你最近覺得冇乜心機、冇乜能量，試下用橙色畫畫，話唔定可以喚醒你內在嘅能量。上完橙色之後，我哋會用唔同大細嘅圓形形板，擦出蘑菇上面嘅圓點。之後遮住蘑菇個頂同埋莖嘅部分，我哋會喺蘑菇個頂嘅底部掃上淺橙色同埋少少黃色，令到佢變成一個立體嘅蘑菇。揭開形板，如果見到好明顯嘅白色邊線，我哋就可以將形板移上少少，用淺橙色將白色嘅邊線填滿。至於蘑菇莖嘅部分，我哋將形板撕走晒，保持佢係白色就可以㗎喇。記得將多餘嘅橙色粉彩掃走。旁邊細蘑菇其實做法都差唔多，我哋會先將佢擦白，然後用形板遮住莖嘅部分，幫蘑菇頂上色。
擦好蘑菇上面嘅圓點之後，我哋將凝板拎走就完成啦。畫好蘑菇之後，我會直接用啡色嘅粉彩幫蘑菇畫上細節，令到佢哋更加精緻。裝飾方面，天空嘅位置我會加少量嘅雲。放好凝板之後，直接擦走底色。如果冇雲嘅凝板，你可以喺屋企隨手揾張紙畫幾嚿雲，cut 出嚟就可以㗎喇。天空嘅雲，我想盡量模擬好似棉花糖咁樣，令到成幅畫更加似童話故事入面會見到嘅畫面。畫作嘅下方，我會先準備一堆草叢嘅凝板，隨身畫就得㗎喇。放上去之後，先用擦膠筆擦走底色，然後再掃上深淺嘅綠色。最後我會加多少少橙色嘅花，直接用橙色嘅粉彩點喺畫紙上面。呢啲小花就好似活力嘅火花，令到整體更加生動。綠色代表自然療癒，可以平衡返橙色嘅熱烈，俾你一種和諧嘅滿足感。第二幅挑戰嘅畫作就完成啦，用咗淺藍同埋橙色呢對對比色，畫出活力呢個主題。藍色係平靜嘅基礎，橙色注入熱情嘅能量。畫完之後都覺得個人動力多咗，想出去行下。如果你都想試下呢個挑戰，歡迎留言同我分享你嘅作品。下次見。